商品的庫存。編輯模式中增加庫存。打開 CMS。點擊商品。點擊零售商品。點擊編輯模式。進入編輯模式。點擊顯示隱藏欄。在庫存選項中選擇想要增加庫存的店鋪。點着庫存與更新庫存。見到原味薯片所有 SKU 庫存都係0。在更新庫存欄打要加嘅數量。點擊現在更新。再次確認信息冇錯之後，點擊立即更新。點擊完成。完成相關的編輯。商品管理頁會即時顯示更新後庫存。批量導入庫存。通過導入 Excel 可以批量更新多個商品的庫存。打開 CMS。點擊商品。點擊零售商品。點擊編輯模式。點擊顯示隱藏欄。喺庫存選項揀要加庫存嘅店鋪。點着庫存與更新庫存。如果貨品有屬性，例如包裝規格，揀相應屬性分類。剔選要改庫存嘅貨品。點擊另存。點擊 Excel 格式 Excel、XLSX。剔已選記錄同指導出顯示列。導出 Excel。打開 Excel 文件。喺庫存欄填新數量。保存。打開 CMS。點擊商品。點擊零售商品。點擊編輯模式。點擊導入。點擊導入商品。點擊啱先改嘅 Excel 當導入。看見黃色 highlight 嘅修改位，確認無誤後，點擊現在更新。完成導入後，庫存數據會即時刷新。